社区，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大会。我俩下系读土壤嘅新物向哦，你看到其实俩风这个天，还有到度个种窝嘅天气，都系你下政府才推动台湾农业嘅大方向，都系希望做啲发发休耕地哦。你也啲俩个小地主台田农嘅政策，发发休耕地嘅先至也蛮好哦。全台湾减有2万公顷度冻度嘅耕田，不过俩下系唔系政策会有挑战，因为俩下是无嘅人提到咧。 所以才总个项目方面会有转变，不过也会影响到台田农嘛个问题，对any台湾个农业结构来讲，又会产生哪条影响？因为any 都会当讲来到土壤个生活，也大部会捞提升个农民，还有更多个台田农。 当然也要强调的署长，还有相关公部门，还有专家学者，都共下来探讨两桩议题哦。因为俩下唔是假讲，两批去到any讨论个现场。开会了。大家天天讲票来到村民台会嘅讨论现场，11月份嘅天气也蛮好吼，像系度降天嘅时节强阳哦。杨批为大家来授界，今日参加嘅提片里边，第一位会使大家授界系农委会农粮署嘅署长李创龙李署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署长，我哋田会里边你为大家授界系土壤日农业局嘅局长郑勇敢郑局长。大家好，大家平安。 第三位里边，呢位授界系土壤区农规厂嘅研究依然未系科长姜金良姜科长，你好。大家好。第四位里边，也会授界系负责推表，大家董事是推台农经内嘅教授林国庆林教授。大家好。 欢迎四位里边，你也看到现场哦，你唔讲二条安拉大家都坐到黏黏哦，你都讲到，你下全台湾嘅台田农人数呢有1000+，佢条耕种嘅面积都减有几万公顷安发咯。汉卡了个小地主台田农嘅政策3年内发发休耕地嘅成绩也蛮好吼。不过你下因为可能无嘅产量提到咧，似乎讲你会有挑战，到底你挑战过后对你嘅台田农会产生乜嘅冲击？你也莫个鼓励。 种物咧，又会种乜嘅喏？汉卡种乜嘅东西又有何存何落什么？你都会大家都关心嘅问题哦。都讨论之前，先来看呢个报道。98年，政府推行小地主台田农，鼓励后上调平农农土地，也系休耕地，利用机器大面积来耕作，创造利润，未发发休耕地。 以下大家全都鼓响，兼种兼好，兼种兼多。3年内，全台湾小台面积就有减1万公顷，创造了2000多个台田农新工就业，包含休耕地是达到了730以上嘅发电种植器，含有土壤种植器，都因为两个政策开始有效复工，开始生产农产品。 今年东多嘅台田农和准备为签约嗰技术工作，咋冇想到8年年尾就因为米嘅产量提高，政府先锋用一种公文要求停办台田农种植嘅申请，农民都唔知会用嘅啥，价钱本农民嘅农费也动不安。用不会骗人农民，吼，你唔是3年忙做头，那切他，你还都卖农机嘅嘢，用个啥个物嘢？这多个钱就忙收到咧，忙赚咧，又停车听变到很不好，唔对蛮好啦。停止的理由咪很荒谬，是讲因为产量强多咧，当初的政策目的是鼓励好多产量啊，有自己的农粮能够产出啊，结果现在达成目的，你说要喊停？就算政策有必要挑战，不过古董农民嘅生活系唔系做得还蛮对啊？有回头么？全台湾嘅台田农都会问。 好，在样片地图你看到，其实有部分嘅台田农，也真正系动手里哦。看一份资料，你老乡亲朋友了解，其实了个小台政策，到底系重新买嘅冲击。其实了推行3年内，了成绩也蛮好哦。看到你下全台湾嘅规模，都有减万公顷，有9470公顷安发咯。汉看呢，那个问题也东奇怪，乡亲朋友了农民啊。 耕种下地片嘅还系无，所以有超过81%，有83%全部都系种无哦，是剩到20%代替粮商嘅变按个比例，系种其他嘅作物，像系抢出果子啦、花也系插量掠到。
汉卡呢，强挑来到安尼个突然，你惯性突然了退行小台前车，又嘛个心机。安尼看到，就突然提起，从基本的浏阳个位数就会幸福乡咩？然后幸福提起，然后台铁拢个人数系最多有24个，汉家己个面积也有9万人公顷哦。虽然算下来，全部个总人数系64个台铁拢，都面积安尼统计下来吼，也有安尼看到系643公顷，安用案发个面积，涨上应该新界咯，看出了个新界也蛮好哦。乡亲朋友，那个农民动为降种，所以种出了无36度。不过你下问大家，也系讲小台政策经济有所挑战，人白供量受教可能会有挑战，也系讲某个做下去，对你条来讲会有冲击问题么？请家属让你家意见表达出来。那个先生系么？你好。请问该署长啊哈？因为了该讲7月4號就天主講了小提出台電農啊哈，佢係為咗係乜嘅原因啊？係因為了小提出台電農天氣又唔係全部天氣，只天落啊4號嘅，了測量嗰度就冇天，嗰係有乜嘅原因？好，那个小鸡，你好。你底下总部面积台铁就几番23甲多哦，我机器都买了，一下砍停，我们摔跤，因犯困掉。你的机器是推款价钱来买的是吗？嘿，哦，用挑子下去，中台新闻，小地主大佃农鼓励安用因基本好，嘛又补出了掉，你补出挨个因1/3，也要达到面积，你也讲很天对那个不公平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上手了。你吼，大家相互管理啦，管理吼，你讲天挨两用架杀咯，所以对你下冇供量受教对你对你讲的动太麻烦系吗？供量，你讲的补助挨个都有做的，我们都可以接受。你要补助我们一甲地说要补助我们2万块，可是我们还是要交，配合你们的政策，讲3让，去讲3赢的政策。唔讲天嘞，安用因嘞小地主哈，佢也好，你大佃农也好，你大佃农是属于万扣钱，就甲偏属于万扣，该政府有补助4万，该用因适量诶是5万扣呀，佢也好，你也好，你用因做，机器卖多，我一天来做，冇做该机器吼，你讲该补助我1/3，我还得要出钱啦，还得要生产啊，长毛。好，非常感谢那个小姐，谢谢。佢讲到，佢希望生产出来面还系有供量受教，你听我讲到吼，佢。农民你下都是少，然后政策也系讲有改变，然后挑子下去个农机还会用介啥咯？其实你也知啊，其实都3年之前会推那个小台，就有动到个台田咯，都讲，唔敢介意那个小台政策就会讲，种出来个产品了就无啊，冇乃为好卖，都是这用介啥好。不过你一下政府真紧有冇供量受教，多大几条用办问题会强问署长。这个政策里面并没有说限制不能种水稻。我们还可以继续种水稻，机械还是可以使用。好，那事实上我们新屋乡是水稻最重要的一个产地。我们很多代耕业者，他没有做小地大店，他还是在做代耕，还是有他的一个机械使用空间。尤其我们小地大店，我们并没有说要大家停止种水稻，而且是我们还有定了一个这个缓冲期间，有一个续约还有6年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是6年。所以整个6年时间，我们还继续耕作。之后的话，我想这个机械成本应该是慢慢回收了。之后这个机械还是可以继续使用，我们并没有禁止说不能种水稻，只是新约的时候，它的条件有时候调整，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这个大佃农，我们政府支出了这个地租的补贴以外，然后又办理这个公粮收购，变成说一块地政府支出2次经费在里面。好，这样对其他作物来讲是相对不公平，所以在整个这个制度上所以有所调整。好，这个希望大家了解。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一个缓冲的调节措施，希望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好，高雄我也会请问哦。其实农委会都推了个政策，涨3年个时间停停，然而在这个栽种结构，它怎么会严重失衡到这种程度？那本单改政策精神很美手杖台嘛？造成它这样一个跟原始目的这样子有一个落差上的成效，这个栽种结构的倾斜，你的看法是什么？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因为小地主大佃农政策呢，还是这个造成了有一些大佃农具有企业精神的，它的面积扩大。老实讲，我刚才很钦佩站在这位女士她经营到23甲，
那这个是在台湾来讲，规模相对是非常大的。那在未来，我国这个有关的农业方面，尤其在大规模经营方面，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走。那我想，他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朝大规模方向走的话呢，那政府的政策怎么样配合，还有风险会比较大。因为你规模大的话呢，你受气候啦、受台风的影响会比较大。老实讲，你面对的风险会比较大。这一部分政府在未来，我们也建议应该要有农业保险制度，让你们的风险能够降低。那走向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啊，扩大经营规模这条路走起来会比较顺利一点。好，邱总爱有抢问你哦，比如讲你哈鼓励大家种这个有在地优势的作物，比如讲像苏东讲大家香米也好啦吼，也系讲政府你还冇办法过收购咧，有可能透过安尼像农会啊，也系讲两送嘅内同有行销能力的粮商，大家咧整合咧收购农民干米，那可能系其他做的方法叶捆法。当然，我也觉得哈，是不是来建议给署长参考，在相关的会议里面来做一个调整。缓冲期虽然是再加一个3年，其实一个农业生产机器一部300万来讲，以农业生产来讲，那6个年它要摊平是有它的压力的。好，这个时间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来讨论来考虑？好，公粮的部分，我还是比较赞成署长的建议，我们做出最好的品质的米，卖给希望而且他们消费得起的这些消费者。我也跟我们在座的邱议员讨论过哈，我一个朋友，他2夫妻做8公顷多，他就自己卖，他就直接卖在台北。好，去是有买机会的，走的吗？是有机会的。好，1台金白米他卖50块。我想这是我们一起要可以努力的方向，而且我们也非常愿意来跟农民一起来努力，因为农粮署、农会、县政府、我们议会都非常的认同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个人是非常赞成把休耕做调整，因为我们给他钱，农地不生产，那都是我们小孩子的资产。所以，香港法当然系人为看下冲人嘅问题。每天爱为长课中哦，谈到3个里面有人讲到，其实你从起到安尼个提一些农民对接触哦，佢到拄到要去到小台政策要转变过后，佢到最大嘅麻烦反映到你改变，提提种问题你起到最重要嘅，还系到哪位哦？讲到小提出台田农配合的厂图的安好，是认为咧系贵县人2台3台人的感情吼。你感情就本来小提出台田按新工咧，一项就去提一动、提一年一项的之间吼，新目乡的成绩非常好吼，那是安尼落嘅。但是万农事情呢，全有新本啦吼，做有10天以上啊吼。该机器学了机器啊，青苔新本，咱咧算问吼，全部上1000万吼，了1000万的了只数目吼，阿满台，睇下该财荣社啊，再去讲的，伊莫讲出来去投资几多吼，该讲伊是3甲，全1000万、2000万安多，了讲是3年，以后尤其了7年措施，政策转弯的时间咯，大家是挑红月的吼，该蛮认为。消息冇按联动，到底用会变安用因吼，大家就讲的听得来哈，排按用个山哦，经过动作方面，总管的解释以后，慢慢听下署长又讲，又只事业吼，又只嗰种缓冲的办法出来咧吼。上大部分的人爱反映的是讲，你啊种讲讲系冇迄个以后，该胜利人会用因落去讲价，系最大的难处。你咧小个系了吼，对啊，乡亲有讲到，用办为挑战界就是安尼种，无唔系挑战其他界，就讲到你下无深山铁道，我你下强门大家哦，就系讲即个都有降天，你下跳下有那边讲到，其实也有种80家个你，即个米也卖到1万好，真紧吗？你都做会到吗？做唔到个困难系到哪位？庆幸咧到安尼分享一个问题，乡亲朋友请听手。我们。第一期的话，大概是就像刚才那个科长讲的，我们以我们那边的区域性来讲的话，第一期大概是9000多台斤，第2期的话大概7000台斤到8000台斤左右。当然，我们自己卖不可能，我们生产数量这么大，自己卖的比率还是很低。因为
毕竟我们以前我们会去做这个部分来，我们的专业部分我们就是在生产的部分。当然说，如果说政府愿意去辅导我们去做，就是做产销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愿意去做。可是政府到目前来讲，这只是一个口号，而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卖出去，我们的米可以自己卖出去。可是我们的销售管道到底在哪里？那是不是我们彼此，我们所有的小地主大佃农之间彼此又在竞争一次？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这好像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那看得到啦，可是要吃的话是有一定的困难就对了。我们这些小地主大佃农其实就是动农啦。政府说跟我们讲说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所有人我们就是想办法买农机，配合政府的政策。大家也犹记得，好像今年3、4月的时候，政府还在说啊，我们这些大佃农，我们今年我们目前新屋乡这边成绩很好，我们大家继续再努力。我们大家说好，我们支持政府。结果嘞，7月4号，我们大家正在收割，大家正在农忙的时候，政府打了我们一个耳光。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些人是支持政府政策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变成说，现在大家不晓得怎么办。突然说公粮不收购就不收购，是因为稻米产量过剩的关系。那是否那个书里面可以调整说，我只要需要收购计划收购的部分就好了呢？就单单收购计划部分，让农民有一点保障，这样子，不要说全部都收购嘛。一下都撤退的话，你们会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好，谢谢。还有其他家乡亲朋友会唠，你讲其他家，你有拄到问题，了解先生。对你个小地主大佃农问题实在真大啊！头摆就记住我安那咯，我不害薄何人因我而死啊！虽然讲政府讲，我哋嘅小地主大佃农冇津贴啦，确实相当，就是讲。你啊，政府改变了后，我哋小地农自然的大家是退的。你想，我哋像主持人问太子卡，就叫个小地农、大地农嘅人而来试嘅，冇咧啊！听下署长讲嘅，杨百兴讲了双重补助，我介绍来点，小地主大佃农原本5000块给5万块给农民领的，我们帮政府出了5000块。那钱补给我们收购公粮，为什么不行？大家有没有道理？拍手，是不是？来讲有理哈，我喊咋讲咧？万一政策系讲越动，收购越动，政府系咪省100的钱？因为我哋专业农民哈，按3万做些，电动公粮留你小气，哈。而且我们你系首长，哈，杨百兴，你系很有点，咁嗌啲小地农。来买米，农会用做咩买米？政府用做咩买米？上天来，政府系收到粮食上头便宜本该量上去买，也买原因哈，也几点？大家有在心吗？哈。感谢你个先生，署长我请问，跳下乡亲朋友都共同爱用个修理哦，我们的署长该款发到会议系嘛该？大家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鼓励大家种特色米，大家说特色米这个可能要找企业厂商。事实上，我们国内的稻米大概1年生产130万公吨，政府收购的部分呢，大概是过去只要1年才25万公吨，现在比较多，大概30-40万公吨，这增加了。剩下的米100公吨都是在民间业者里面，民间业者需要很多好的米。但是他也希望能够有地方跟他契作，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农会总干事黄主管在这里应该可以来跟我们地方的那个业者来做一个的这个协助我们大佃农跟他们做办一个契作。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专区也就是契作方式产生的，这大佃农来做专区是最适当的，因为自己有很好的技术，而且他自己在管控的过程之中，不管你的肥料的施用、农药的施用。都是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它米质一定最好。尤其是我们这桃园地区，现在这个经典好米年年得奖，代表说整个区域的米质都在提升。我想这个方向是值得大家一起往前走。假如是需要其他的业者来这个去做的话，我们分署也可以来帮忙，农会帮忙，县府也可以来帮忙。其实你好呢，某个鼓励种无了。农粮署方面也开始鼓励大家种某强用嘅东西，来合辅导你下时冲嘅市区。多代你会用伴做，现在看你个样片，你讨论嘅主题就在样片之中。
虽然单向度细细嘅温习，不过今年45岁，转到故乡广州嘅郑天王，还系会用到食农机来国内，因为佢哋屋下所经营嘅传染面积就会减2级，受伤越好，经营嘅规模就越大。幸福是当幸福啊，有些人天啊，该出来是归去讲了是归去好了呀。种出种到贵屋总统人，政府80岁还动健康嘅老妈妈，还会当年去到天都来拍照。点个染体，普通饮用炸就好啦吼，我唔是炸药，我是用硬果的。头摆是窝立下种出，种到好喊到传染顺头，效力又结合，体现出老头摆传统合种嘅生法。用简单又自然嘅天然梦想，因为有3年嘅理顺，漳州的本行业台嘅后上跳，有条件你可以上市，转到故乡来落实。收入比是否加有2倍、3倍唔会冇。很真紧个，俩后生伊系下咧接来讲，俩条路系行冲冲救救到。这个天很做得，很热漂白晒天，摸人于上面成本来讲，也特别就不少钱啦。按政府咪讲做下贵下补助嘅吼。日久次嘅抢出，开起来都当好食，品质安全有空间，消费者有用嘅每中意。有计划种出差异化嘅农产品，有用嘅每度时充红有利顺。你下国内嘅沃提到咧是口袋，古多农田发法，新农创业嘅议题，农委会鼓励农民贵种有潜力嘅农作物来配合时充，实际有效嘅田收系马介咯，有度奶味，可能唔单止系讲到年轻就做得咧。因为考量到时充嘅市口，所以你下鼓励为有时充市口较有价值嘅作物咯。不过也为图像镜片咧看一份数据，都为当线市嘅观察到，到底用法大家都系种冇种其他嘅作物。你来看一下，其实都睇田农咧嘅作物种类嘅项目吼，你看嘅分别，大家种物哇一枝独秀，看到总共有623公顷，其他无论系各种的黄小玉杂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有机作物或轮作作物也好，最低的还系烂哦。除了比例方面，你都看到，其实大部分嘅农民还系惯性，还系习惯，都大家种下就是技术下好嘅，到底你下。农委会会要求大家你多多尊重作物，有可能么问题会强讲苏总也会强问哦。其实你下讲到会鼓励大家种其他嘅东西，可是又了解适地适种嘅问题么？因为又向前都讲到，其实在种不一般啦，两片会种小麦较困难，像两部分苏总嘅回应系乜嘅？这里面我们今年这个大家推出来，希望大家种的就是说进口替代，所以进口替代就是说很多的产品呢，就是这些产品呢，我们都是靠进口的。那我们进口也要花很多的外汇，而且是不节能也不减碳，而且这个作物只要是国内能够生产的话，那可以让我们的土地能够有这个更多的作物的选择哈。所以这种进口替代里面的意义在这里。那其中黄豆、这个小麦跟玉米是最大宗的一个进口量啊，这是我们目标的作物。但我知道我们过去因为这个成本的因素呢，不论是小麦、玉米或者大豆呢，这都是种的很少。那这个目前我们在种，是台湾过去呢是有种，只是太久没有种哦。这个部分呢，我们技术都还在，我们改良场的技术都还在。像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在推的时候，我们会组成一个技术辅导小组。来协助大家，那我们不是说一次通通要种很多，我们慢慢来试，慢慢来增加，逐年来增加，可以种的地方我们来推荐给他。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改良场会协助大家来做一个作物的选择。好，作物的选择，我哋下问题也会强高。你个乡亲朋友，你下实际大家种物下到，也系讲政府鼓励，你都要尊重其他嘅，比如像番薯也好，包修也好，你都要有兴趣种吗？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一直叫我们卖米，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进口米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美牛它可以独立分开出来卖，我们在地台湾生产出来的好米，却要跟进口的米混在一起卖？为什么？我讲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有一个法令规定说，你今天进口米专卖，台湾米专卖？不能够混杂，你抽检到的时候我就罚你，而且是罚很重。我相信这样一个情况下来的时候，
可以解决掉一些很大的一个粮食稻谷积存上的一个问题，公粮收购的问题。你一直挤给公粮商没有错，那个民营的粮商没有错，他们可以收。进口米1公斤多少钱？到岸价格1公斤多少钱？农粮署长，我相信你们绝对比我们农民清楚。我们在地生产的稻谷1公斤多少钱？混在一起卖，如果混在一起卖的时候，那个利润，我想可以称之为暴利吧。我去年转做地瓜、番薯、番吉，哈，2公顷多，2公顷多，成绩蛮好的。现在呢？我今年1分半。其实你种番薯很因供，我种地瓜是全家大小，我连我老爸老妈、小孩子一起全家出动。那2甲稻地种了下去了以后，完了，碰到南部的产期，水林那边的，园长那边的地瓜盛产出来，1台斤3块5块，我们怎么跟人家拼？他们那边的产量1分地是5吨6吨，相当于我们台斤是8、9千上万斤，我们没办法，我们最多只有1、2千斤、2、3千斤，产量你价格根本没有达到那个。那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如果说好，以后的走向是一期耕作，一期休耕嘛，那我种地瓜的时间点要卡在这2期的中间，我太早种，地瓜长得不漂亮，甚至也是不好。我相信这个江博士非常清楚，必须是卡在这2个中间。那我要提早种，最早我曾经尝试在5月15种，可以，但是之后呢，你碰到就是南部的，你就是要跟他打价格战，我们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拼。我哋农民啊，去弱嗰啲字，更要谷好就小心啦，係嘛？你講嘅新谷啊，新谷子啊，沒有農藥絕對沒有辦法收成的，對不對？就是3毫米，3毫米現在到現在，一期要一期啊，決定要吃2肥的藥，那個藥啊是誰賺的？不是我們農民賺的，我們小地主大隊農都沒有賺，那農藥局賺掉。第二個，還有我們繳了農會了。這一期這天公上啊了個小地主大店攏個戇煙啦，戇啊！今年才有較好呢，平常時無迄款的天氣呢。我們的國家要有政策，好像共產黨一樣，我不管你收不收啲啊，回事。今年講我國一律嘅20條，我都公平全省20條，你給他一個命令。你唔是收人結果你就唔會了，喊我呢度又唔會了，喊從呢台下過來過肉毛，全部沒食得，哪個有量啊？沒掉啊，全是講啊，全部吃掉啊！你這國家一個命令，我這個谷子掉價26塊，通通26，你送你人收也要26塊，你不管你怎麼樣，都是26塊，你農會不收都沒關係，大家都谷子都賣掉，弄到我們大家多麼辛苦，好像我們傻子在下去。好，謝謝大家。你討論到其實會鼓勵幾多尊重其他嘅東西，還係有部分長途嘅困難，到底要用克服，在那個航銷通路方面，政府做得盡幾多最大嘅責任來做到呢？你先協群楊皮哥轉到現場，為到大家挑下提出來嘅問題，請問你個教授還有專家。